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。今日同大家睇下秦朝歷史啦。大家平時有冇想象過，如果全個香港甚至全個世界突然間每個人講嘅話、寫嘅字、用嘅錢都唔同，會變成點呢？肯定亂過亂葬崗啦。2000幾年前嘅秦始皇嬴政就遇到呢個大難題。佢一統天下之後，發現六國留落嚟嘅嘢五花八門，於是佢決定一出招就係大刀闊斧搞大一統。今日就同大家睇下佢最出名嘅4個大動作。第一招叫做統一文字。以前7個國家同一個馬字都有7種寫法，真係睇到人眼花。秦始皇就同丞相李斯講，唔得，通通同我改。於是李斯就推行咗一種標準字體，叫做小篆。不過呢，小篆始終有啲難寫，好似畫畫咁。後來班打工仔、基層官員為咗貪方便，寫快啲，就慢慢發展出另一種更簡單、更四四正正嘅字體，叫做隸書。第二招就係統一貨幣同度量衡。以前去旅行買嘢最頭痛，因為各國嘅錢形狀都唔同，有啲似把刀，有啲似塊布，點算好？秦始皇話全部廢除，佢規定全中國只能夠用圓形方孔嘅半兩錢，仲有黃金。圓形方孔即係我哋平時喺古裝片睇到中間有個正方形窿嘅銅錢啦。除咗錢之外，度量衡都統一埋。度即係長度，量即係容量，衡即係重量。以前買嚿豬肉，各人把尺同個磅都唔同，好易呃稱。依家全部一樣標準，無論係交稅定做生意，大家都冇得賴，方便好多。第三招開始嚟真啦，厲行法治思想。秦始皇好信奉法家，法家嘅特點就係4個字：嚴刑峻法。只要你做錯少少嘢，或者犯咗法，對唔住，刑罰非常之殘忍。最恐怖嘅係咩？係連坐法，即係話你隔籬屋犯咗法，你唔舉報，全條村或者成家人都要一齊受罰，連累埋其他人。秦始皇就是用呢種高壓手段，務求令到全國上下貼貼服服，唔敢造反。最後一招亦係歷史上最爭議嘅焚書坑儒。秦始皇想控制全人類嘅思想，唔想有人喺背後話佢衰，於是佢下令將民間所有對佢統治不利嘅書、歷史書通通燒晒。當時邊個想學法律？唔好意思，冇書睇，你一定要以利為師，即係跟住啲官員去學。咁如果有人私底下批評朝廷呢？秦始皇一發火，直接喺咸陽挖個大坑，活埋咗460多個儒生同方士，呢個就係坑儒。當時佢大仔扶蘇都睇唔過眼，勸佢話：老豆，咁樣太殘忍啦，天下會大亂噶。結果呢？秦始皇唔聽，仲將個大仔貶走埋。秦始皇呢4招組合拳，雖然真係好有效咁將國家合而為一，但因為手段太過殘暴，最終都為秦朝嘅滅亡埋下咗伏線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下次見。